大家好，我係金龍豪宅嘅 Henry， 今次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呢，就位於何文田莆田2座高層嘅伊薩納。咁呢個單位實用面積有550尺，兩房單位嚟嘅，目前仲買賣，事不宜遲，嚟一參觀下。首先入到門口就一個客飯廳嘅位置，客飯廳嘅空間間隔分明，乾淨實用。而露台望向西北面景觀，景觀開揚。客飯廳左手邊就係廚房嘅位置，廚房配備一個透光嘅窗口位，而且家電齊備。然之後我哋去到浴室，浴室配備一個浴缸嘅設計，睡房嘅空間呢都係乾淨實用嘅。之後我哋去問主人房啦。主人房空間足夠咗一個雙人床位，陽台同樣都係望向西北面嘅景觀。